大家好，我係Sunny啊。今日接到一個澳豐天宜嘅開發商，今日加推咗一個2棟、3棟、5棟、86平方嘅3房1衛、88平方嘅3房1衛同105方嘅3房2衛。依家推出一個一口價單位，1年面888就可以上車㗎啦，而且係精裝交付，現樓現證。睇翻我哋呢個澳豐天宜啦，由澳門開發商豪田地產打造嘅，全部都係 full pay 喎，冇負債嘅，一口價全部都係零負債嘅一個單位嚟嘅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咧，位一個博愛路，睇下鏡頭對面就係博愛7路。咁我呢個位置屬於一個富人區啦。咁啊樓價咧，旁邊100米就係東區啦，單價賣到16000幾。咁啊我呢度屬於開發區，單價只需要10888就可以啦，價差就6000蚊，唔距100米就可以買到我哋呢個單位嘅。而且我哋呢度去到度只需要40分鐘，全程冇紅綠燈嘅，一個轉道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喺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去到我哋 Coco City 同 Top Park， 而且呢度住衣食住行都非常之方便，10分鐘又去到我哋一個人民醫院，而且人民醫院今年開通咗香港嘅長者醫療券，隔離就有我哋一個深中巴士站噶啦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跟住我哋鏡頭睇睇個屋苑係點樣先。嚟到我哋小區去睇翻我呢一個園景啦，咁呢個園景都開發商使咗5000萬打造嘅一個園林，非常之靚。睇呢個小橋流水，哇，非常之舒服嘅感覺。所以住喺呢度嘅話，樓下就有享受咁靚嘅配置，係咪你好中意呢？咁啊，香港朋友，我就介紹翻我哋呢個別墅啦。呢個別墅都係呢度同你孖埋一齊嘅，嗰個別墅再買嘅800米一間，所以住喺呢度嘅全部都係非常之高素質嘅一個富人區啦。咁我頭先介紹翻我哋呢個屋企樓下啦，開車10分鐘就要去到我哋嘅 Coco City 同 Top Park 嘅，咁啊依然都係10分鐘可以去到我一個紫馬嶺公園啦、金鐘湖公園啦，仲有去到我哋一個中港直通巴士站，都係好方便嘅。咁頭先介紹翻我哋香港朋友過嚟呢度嚟嘅位置，如果你係自己有中港牌嘅話，咁啊你開車只需要40分鐘，喺深圳灣口岸直達到我哋呢個屋苑嘅話，只需要50分鐘嘅個車程。如果你係冇嘅話，咁你只需要搭車去到我呢度都得嘅。咁啊，我哋呢度去到 Coco City 樓下都有一個香港直通巴士站嘅，1個鐘一班，一日有12班次往返香港、太子、荃灣嘅，所以嘅話去邊度都係超方便嘅。咁跟住我哋鏡頭睇睇個屋苑係點樣先。咁我哋依家來到我哋係嘅5棟嘅一個16樓嘅示範單位啦。呢個屬於係2梯4戶嘅單位。咁啊呢度一入到嘅話係一個防火防盜門，呢個係一個裝修交標嚟嘅，而且呢個3星嘅密碼智能鎖都係交標。咁呢個玄關櫃係開發商自己做㗎啦。咁呢個俾大家參考係冇嘅嚇。咁入到我哋嘅咧，呢個就有一個智能家居系統啦，而且呢個電器用嘅係3星嘅牌子嘅。咁呢度位置係餐廳㗎啦，一入到係做到一個中島台嘅設計，而且放咗4到6人位一個餐台啦。咁望翻我哋嘅廚房啦。廚房嘅話都係做得好溫馨咯，好實用咯，而且廚房仲帶一個露台，露台都可以望到出邊嘅景色嘅，都係好舒服嘅。而且呢度放咗一個單門嘅冰箱再睇翻我哋個客廳啦，3.5米嘅一個開間，而且係放咗6到8人位嘅梳化位嘅。睇翻我哋嘅陽台嘅視野都可以睇到出邊嘅景色，都係好靚仔嘅。咁啊望翻我哋呢個休息區啦，休息區一入到個係呢個洗手間啦，洗手間係做咗一個乾濕翻嚟嘅。我覺得個人都係好實用。呢個係第一間睡房啦。呢度係第2間嘅睡房。好啊，咁啊呢個係第3間嘅睡房啦。咁屋就介紹完啦，咁我再重新一遍啦。咁呢個澳豐天宜而家一口價單位10888，唔係樓層，人揀，
就賣嘅係86平方嘅3房1衛朝西南向嘅，同88平方嘅3房1衛朝東南向嘅，仲105嘅3房2衛朝東南向嘅。所以呢個3個單位喺成區100萬總價嘅係非常之有一個性價比嘅，而且澳豐天意係我哋開發商澳門和田地產嘅，而且現樓現淨正裝交付，香港朋友仔買嚟度假退休用嘅係非常之 OK 嘅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嗱聲 WhatsApp 或者 Facebook 我啦，或者掃描上方我哋嘅 QR code。